来看台南麻豆监理站早起发生一桩死亡车祸，一名协助代办验车的查某业务呢，因为甲这旧车牌要拆落来交登去互监理所，搁再申请新的车牌，人就伫咧一台蓝马控头前拆车牌，可能是这司机无注意，就甲车驶向进前，当场甲交过去，害伊惨死。当机还到现场，甲这台蓝马控车吊起来，因为车开过时阵，甲一个代办验车业务的负责人挨过。事发所在伫台南麻豆监理站办公大楼边仔空旷所在，救护人员到位时，负责人已经明显死亡。初步调查，李兰执照正常，酒测值为0。后续警方将李兰带回侦讯，厘清肇事原因后，全案依过失致死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意外发生伫7日早时8点外，初步了解，现场敢若先有一个代办业者徛伫车头前北牌，负责人到位了后接手继续北牌。人伫车顶的司机看到进前北车牌的人离开，因为车头前无人啊。头前的车伊个对检验线开去，所以就慢速地去。结果司机弄到这个负责人。有可能头前有人碰啊，迄台车赶紧就要来烧车嘛，会要来对去嘛，啊无看头前人也北牌啊。只有你手动扭起来。你要慢一点，但係叫等候我家指揮。监理站讲，车还未入到监理所验车，一般代办业者为着加紧这个申办的速度，会甲这个旧的车牌绑落了后，由代办的人员到监理站走行政的流程。司机是排队验车，许可了后，双方会合才好拿到新牌。把原来的号牌拆下来缴回来，然后再来进行验车，合可以后再发给他一副新的号牌。监理站讲，从来捌发生过这种的意外，过去车辆检验只有流程，无相关安全的规定。小小的开花眼镜大车办这个检验时，应该有的防护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